試咪嘅機會就係上台幾秒鐘打下招呼。咁頭先見到嘅就係3個姐全部都好有準備，即係台上面佢哋嘅演出啊，即係台風啊，一切任何嘢都喺首歌裏面。但係呢一樣嘢咧，正正就係即係一個比賽裏面，因為得一次唱一首歌，今次更加冇 second round 嘅，咁一首歌就零生死嘅。你有幾多嘢準備咧？喺台上面係一定會可能會突然間啲人唔記得咗啦，冇做到啦，所以準備越充足咧，我哋會睇到會聽到。戶外嘅地方去唱，啲聲可能會散啲啊，又或者你見到嘅嘢會比平時更加多啊，即係突然間有棟大廈喺隔離啊咁樣，咁但係只係 focus 翻喺自己首歌度會先係重點咯。我覺得佢演出喺首歌度，你想俾咩我哋睇，佢盡情俾就得。希望嚟緊嘅參賽者都係可以將自己準備好最好嘅嘢去展現出嚟啦。輸贏係唱好自己首歌先。